人生萬事大家好，人生在世，日日都會遇到好多事，有開心，有唔順，有突發，有煩心。好多朋友成日話做人好攰，心好亂，遇事就上火，遇事就糾結。其實唔係件事折磨大家，係大家個心亂，先至覺得人生難行。無論返工、屋企、同人相處，遇到突發狀況，一秒套用，即刻定住個心，仲可以正向解決問題。人生最大嘅智慧，從來唔係識得幾多道理，而係遇到事嘅一刻，控制到自己個心。平時我哋絕大多數嘅煩惱，都係同一個問題，事一來，情緒先衝出嚟，理智走晒，跟住亂諗、亂躁、亂擔心。所以我哋第一步，永遠都係停3秒，冷靜。千祈唔好小看呢3秒。凡人遇事，反應先於思考，修心嘅人，思考先於反應。呢短短3秒，就係普通人同清醒人嘅分水嶺。停低之後，大家只要問自己固定4句問題，逐條轉念，即刻由心亂變心安。第一句問自己，件事好多原因夾埋，唔係專門針對我。好多時候大家一遇到唔順，第一反應就係點解係我，又係我衰，專門蝦我。其實世間所有事，從來冇一件係單一原因造成。天氣、環境、人事、時間、緣分，一大堆因素湊埋一齊，先至出現眼前呢件事。只不過係大家個心太敏感，先會覺得全世界針對自己。只要大家肯諗深一層，就會明白，世間無一事無端發生，亦無一事專門為你而來，只係因緣聚合，湊巧遇上，絕對唔係針對。第二句問自己，呢份難受遲早會過。人最痛苦嘅唔係當下件事，而係覺得呢份痛苦會一世跟住自己。遇到委屈，以為永遠委屈；遇到煩躁，以為日日都咁煩；遇到失落，以為人生從此冇運行。但大家回顧人生就知，從前好多當時激到瞓唔着，難受得起唔到身嘅事，今日諗起已經淡到幾乎冇感覺。世間一切情緒，全部都係流動無常。再大嘅難受，再深嘅糾結，時間一過，自然消散。冇一種情緒可以困住人一世。明白呢個，大家就唔會再被一時情緒綁架。第三句問自己，唔舒服只係我執住。講句最真實、最接地氣嘅說話，人生9成煩惱，都係想要同唔接受。大家覺得辛苦，覺得委屈，覺得唔順氣，從來唔係件事太壞，而係件事唔跟自己心意走。想順利就接受唔到突發，想舒服就接受唔到辛苦，想人哋體諒就接受唔到誤會，想完美就接受唔到缺陷。大家細心諗一想，如果件事完全順你心意，你會唔會唔開心？一定唔會。足以證明外在環境其實冇問題，問題只係我哋內心太執住、太計較、太想一切如願。放得下執念，即刻少9成煩惱。第4句問自己，唔計得失，本心本來係安靜。好多人以為我心亂、我煩躁、我不安係正常，其實唔係。人本來嘅本心、自性，天生就係清靜、安穩，唔慌唔亂。大家試下，暫時唔諗輸贏，唔諗好壞，唔諗得失，唔諗委屈，只係靜靜感受自己個心。你會發現，原來個心本來唔會躁，唔會怨，唔會驚。所有混亂都係後天嘅執念、計較、妄想堆積出嚟。外境要人，只係暫時幻象，本心安靜先係永遠真實。當大家將4句問題全部諗通，轉念完畢，即刻輕聲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定心一句佛號，收攝所有雜念、所有情緒、所有胡思亂想。心一定，理智即刻回位，頭腦即刻清醒。呢個時候先至有能力正向解決問題。人生所有事其實可以簡單分成2種，一種係我可以改變、可以處理，一種係已經發生，無法逆轉。
大家千祈唔好搞反，拎住已經發生改唔到嘅事苦苦糾結，反而唔願意用心處理自己可以改變、可以補救嘅事。真正清醒嘅人生態度係，對於不可改變嘅事，坦然接受，唔怨唔屈；對於可以改變嘅事，盡心盡力，穩妥處理。每一次經歷，無論好壞，都唔係白來。壞事係磨練，凡事係修心，逆事係成長。每一次解決完一件事，大家都要學懂預防與反省。今次踩過嘅行，遇過嘅煩，經歷過嘅無奈，下次就用新方法、新心態去應對。唔好重複犯同一個錯，重複受同一種委屈，重複陷入同一種情緒。日日修心，事事練心，慢慢就會變成遇事唔慌，遇亂不躁，遇錯不怨，遇逆不怕。最後再一句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圓滿事件。其實人生好簡單，外邊嘅風雨永遠停唔完，唯有自己個心安穩，先至係一世嘅避風塘。大家有冇試過呢種感覺？日日返工、返宿舍，對住手機，做乜都唔起勁，坐定定又發空竇，唔知自己想做咩，前路要行去邊，成個人像飄咗起，心入面空虛虛。呢種無聊同迷失，好多朋友都捱過。跟住我一齊用之前一套修心步驟調整心態，一步一步理順亂晒嘅思緒。一、停3秒，冷靜，唔好即刻跟住空虛咁走，亂刷短片，亂發呆，亂埋怨日子冇意思。深呼吸，停低3秒，唔好俾迷茫嘅情緒牽住走。二、4句自問轉心態。一、件事好多原因夾埋，唔係專門針對我。答否，因為自己會覺得淨係得我一個人活得空虛，冇目標，好似命運專門令我過得枯燥。所以我要明白無聊、迷失唔係單一原因造成，有生活節奏太單調，長期冇新嘢嘗試，心入面嘅小目標停滯，長期冇專注嘅事一齊夾埋。所有人都會有呢段空窗期，唔係淨係自己先會遇到這樣想，才會明白唔係專門針對我。二、呢份難受遲早會過。答否，因為而家覺得永遠都會維持呢種渾渾噩噩、毫無方向嘅狀態，以為以後日日都係咁空虛，所以我要回顧從前都試過迷失階段，後來揾到新興趣，定低細小目標就走出困境。呢種無聊只係人生一段短暫過渡期，唔會一世困住自己。這樣想，才會明白呢份難受遲早會過。三、唔舒服只係我執住。答否，因為執住想每日都充實熱鬧，要有宏大人生目標，接受唔到空閒、平淡、暫時唔確定前路嘅狀態。一靜落來就覺得唔自在，所以我要看清空虛，唔係日子太差，只係自己執住要時刻有節目，有遠大方向，唔肯容許自己有放空、停頓嘅階段。這樣想，才會明白唔舒服只係我執住。四、唔計得失，本心本來是安靜。答否，因為一件自己冇進度、冇計劃，就會慌張、自我懷疑，計較自己浪費時間，落後於其他人。所以我要暫時唔理成就、進度、輸贏，放下同其他人比較嘅心，感受唔使逼自己進步嗰種內在平和。這樣想，才會明白唔計得失，本心本來是安靜。三、念佛號南無阿彌陀佛，定心。四、拆解問題解決方法，可解決，空虛，冇方向，只係暫時狀態，能夠透過細小改變，輕微嘗試調整生活節奏，逐步揾返熱情同目標。不可解決，唔可以一夜之間突然揾到長遠宏大人生方向，唔可以強迫自己即刻變得熱愛生活，可把每日安排半鐘頭簡單新嘢嘗試，訂低細微短期小目標，減少無意義刷手機時間解決，預防今次長期生活單調，缺乏小目標，積累出無聊迷失感嘅事件經驗中，
下次能用每星期安排一件從未做過嘅小事，每月訂一個容易達成嘅小任務，定期調整生活內容方法去預防。5. 念佛號南無阿彌陀佛。圓滿事件，好多朋友以為要有好偉大嘅夢想先唔會迷茫，其實完全唔係。唔好一開始就逼自己規劃10年8年嘅路，由細微小事入手就得。鍛鍊半個鐘，學一道簡單素食菜式，行下公園，整理下身邊雜物，溫習少少咁興趣嘅知識。無聊唔係懲罰，只係個心話俾你知，而家嘅生活模式已經滿足唔到自己，需要少少新改變。唔好驚空窗期，靜下心慢慢試，遲早揾到屬於自己嘅步調。空是因，無常果，赦我執，歸淨土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南無